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人口减少，伫个去年落破着250万的大关。根据着地方制度法的规定，台北市爱减一个副市长，本来3个变2个，所以立委李干秀就来提案，要甲增设副市长的门槛甲降低。结果，互议员批评讲，根本就是咧救蒋万安。李干秀回应讲，这个修法毋是6都尔，这对其他的县市来讲，嘛拢有好处。台北会当讲是全台湾人口密度上悬的城市，不过实际上，台北市的人口最近因为厝伤贵等等的因素一直流失。伫咧2024年底，人口正式较少250万，目前敢若剩249万。根据地方的制度法，台北市可能就要因为安尼失掉第3个副市长。绝对的涉及人口数来当作设置副市长的标准，我觉得并不一定完整正确。增设一位副市长，其实我觉得对于施政的推动有绝对的帮助。想要推动地方的施政，国民党立委李干秀提案修改地方的制度法。根据原本的法规，直辖市的人口需要250万才会当有第3个副市长。李干秀的提案，甲直辖市的人口限制完全汰掉，只要是直辖市就会当有3个副市长，不是直辖市的条件嘛降低。李干秀强调，受惠的毋那是6都，不过议员无安尼认为。台北市应该要去思考，为什么大家会一直不断的想搬出台北，而不是像国民党李彦秀提出还要保留第3副市长的位置，这很明显是帮蒋万安维势哦。如果修法只增加副市长的部分，我觉得不够周延，难道不需要增加议员、增加副秘书长来为大家服务吗？而不是说人口一直下降，官员的数字一直增加。就连那样的家己人嘛坦白讲，这是要替北市来改套，不过同时应该要有配套。那我们还是鼓励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尽量在台北市的涉及人口可以达到250万，那这样子就没有涉及修法的问题。那如果增设第2县市长，我们查出来在财政上面恐怕必须要增加500万到700万。人口甲官员数量的比例应该爱安怎择？李干秀的修法提案，和北市的人口数正做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